新闻现场有民众讲，台铁有一个查某火车长哦，唔那偷偷带囡仔来做工课，也佮互囡仔咧伫个火车即驾驶舱内底，又佮佚佗佚佗物仔，又佮掠即个警示纸，无顾虑到行车安全。即款话呢一出来嘛，引起着讨论哦。有一个家己讲伊是火车长，伊的翁婿的网友就讲，伊的太太为着无爱互伊看囡仔，也佮无爱互囡仔去安亲班，整个事件好亲像是演变做家庭的纠纷。 台铁就回应讲，即对父母拢是台铁的员工。迄一天呢，是将囡仔呢安搭伫个火车长休困的所在，有甲伊讲袂使黑白耍，嘛袂使来乱叮当仪器，也已经将即个违规的查某火车长记过处分。 查甫囡仔手会耍佚佗物仔，斟酌甲看，伊毋是伫厝的，也是安亲班，伊是伫火车的驾驶舱内底，伊佫甲伊的佚佗物仔放伫操作的面板顶的耍，边仔底柄甲水的管仔顶的，嘛拢有搭台铁安全标语的搭纸，台铁的驾驶舱变做互囡仔耍的所在，遮的画面拢互民众翕落来抛起咧网络。文章内底佫写，有查某的车长利用职务带囡仔直勤，囡仔黑白了搭纸嘛无咧管，无顾行车甲设备漂失的安全。文章一个抛出来引起讨论。 有时候还是会难免会乱动啦，怕小孩子会去动到什么开关啊，或者是按了什么按钮。那这样的话，万一如果出事情的话，那是谁的错？因为他在那边上班嘛，那不然就是要把小孩子安排到另外比较安全的地方啦，不要在那个地方玩游戏。民众拢讲有够含的，其实台铁有规定员工为着安全，袂当带囡仔去上班的所在。查某车长唔那行为受到质疑，佮红标讲，这敢若是台铁员工的家庭纠纷。一个讲家己是查某车长的翁的网友，伫文章的下骹留言讲，安亲班的钱本人拢交啊，毋过有人无爱互囡仔好好上课，佮想要甲安亲班摕钱领走。上班的时阵就甲囡仔接走，已经有找司法救济到3天啊。文章指控。 这个查某车长可能无想要互因翁看到囡仔，才会带去上班。他是带到车长休息室休息，有规定，就是说，我们乘务当中的话，就是我们工作当中不能带小孩。代志发生了后，查某车长违规，尾啊，互人记一个大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